中山有90%嘅樓宇係唔可以買嘅，買咗之後呢後悔莫及。仲有好多樓盤已經係捱捱扶噶啦，唔想中伏嘅各位街坊一定要認真睇落去嗱。大家好，我係 Jack。首先講一講唔可以掂嘅鎮區先。第一位三角鎮，恃住自己靠南沙，亦都係號稱廣州嘅後花園咁樣，呃咗好多嘅廣州嘅打工一族過去買，結果呢配套都現唔到，生活環境更加係一般般嘅，仲有一股即係難聞嘅鐵味啊！呢2年中伏嘅人走都未切啊陰公。第二位大涌以紅木同埋服裝產業為主嘅，之前環保好大嘅問題，意味着居住環境呢就肯定係唔得噶啦。已經有一大批中伏嘅業主依家揸喺手入邊都唔知點好啊。第三位菠蘿之鄉，大家知唔知喺邊個位置呢？就係路邊好多菠蘿賣嘅。你見到周之圍都有菠蘿賣嘅嗰個地方就係啦，就係神灣啦。呢個咁樣嘅位置呢，之前佢係賣到11200嘅，依家7-8千有交易嘅啦。環境方面係冇問題嘅，畢竟佢係以農業為主噶嘛。但係啲配套呢就有所欠缺噶啦。之前就係因為佢靠近港珠澳比較近嘅，所以好多香港嘅街坊都係買咗呢一個位置嘅。如果你中意啲山山水水嘅環境好嘅，都係冇咩問題嘅。養老度假都係可以嘅，小區門口亦都係有直通巴士到港澳咁樣嘅。第四位板湖鎮，夢想係美好嘅，想打造第2個中山湖，你要記住係諗下係可以嘅，但係人口上唔到去，商業一般般，所以嘅話呢都係唔好掂啊。第5位就係黃埔啦。以廚衛物流為主嘅一個地方，環境能夠好到去邊啦？唔好話講生活配套啦，高峰嗰時13,000、14,000到15,000，依家都好啦6K 都冇人去掂，所以你唔好跟風去買嗱。第6位文中鎮呢個亦都係一個食餅餵飽你嘅一個鎮區。如果你餵啲餅唔夠食嘅情況下，你仲可以去日周邊都好多嗰啲咁嘅香蕉田嘅都仲有啊。以前成日話以一個叫做深中嘅合作區承接深圳過嚟咁低端產業，結果呢真係食到飽晒噶啦。你哋有冇發覺上面我講嘅呢啲鎮區區域嚟講嘅話呢都係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嘅，所以避免中伏。各位街坊，接下嚟我講呢係比較好啲嘅一個區域同埋樓盤噶啦。第一位火炬開發區，一開始深中通道犀利嗰陣時賣到2萬幾一個方，依家風口過去咗啦，亦都係叫做回歸一個正常嘅一個價錢，1萬蚊左右就可以有交易噶啦。火炬區呢度呢，其實有好多樓盤俾你揀，但係我都係比較推薦一個叫做太陽城板塊，畢竟呢個板塊入邊呢，配套交通醫療方面都係比較完善噶。二位坦洲，佢係一個比較靠近珠海嘅，亦都係最多港澳同胞都比較中意嘅一個區域。之前佢係賣到18000到2萬蚊一個方嘅，呢個咁嘅價格，我唔建議你哋去買。但係依家呢個價錢呢，其實你可以直接買珠海噶啦。但係坦洲現在呢9000幾到1萬，其實我覺得仲係可以考慮嘅。畢竟坦洲嘅商業配套就算你去珠海享受佢嗰啲商業配套都係20分鐘左右嘅環境呢，都係可以嘅。特別係中澳春城同埋一個國際花城咁樣佢自身嘅商業都可以支撐你日常嘅生活噶啦。如果你想話去大型嘅珠海嘅商業睇嘅呢，亦都係10零20分鐘 OK 噶啦。第三位石岐啦，石岐係一個比較多本地人居住嘅一個地方，人口係密集一啲，但係嗰啲4.0嘅產品係亦都係最多嘅一個區域。正所謂有咗人口嘅支撐，無論你一個商業配套同埋一個醫療配套都係比較優越嘅。講到石岐呢度，我真係忍唔住要講一下香辛種。買嗰陣時呢就買117方，用嘅話呢用到去104方嘅，呢啲就叫做4.0嘅產品啦。佢有幾隻樓盤都係咁樣嘅。第4位三鄉，呢個亦都係比較爭議大嘅一個區域。老實講，之前賣1萬幾蚊嘅話呢，一座城呢我哋係唔建議你去諗嘅。
啊，睇都唔好去睇佢。但係佢依家6000幾蚊到7000幾蚊啊，號稱一個叫做小香港，每10個人之中有7個都係港澳同胞嘅，環境咧亦都係青山綠水。講到嚟呢度嘅話啊，不得不講一下我哋嘅華佛觀山水半山別墅、半山洋房。小區樓下亦都係有一個叫做港澳直通車嘅，自帶1.2萬方嘅商業體。呢個咁樣嘅樓盤，呢個咁樣嘅位置咧，亦都係一個中山房價嘅價格窪地嚟嘅。好啦，各位街坊都講到嚟呢度啦，幫我點個 like 先。其實每一個大區仲有一啲樓盤係比較好嘅，啊，亦都係有啲樓盤係唔可以掂嘅。記得點個訂閱，我下一期接住講落去。